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再次能够来到主的圣殿里面来去敬拜赞美他，也来去宣读和聆听他的话语。今天我要分享的这个经文是撒母耳记上7章3到13节。而今天的主要的一个要分享的这个名词是叫士师。我们都知道，在圣经的男女书里面会出现很多的士师。士师记对吧？我相信大家也已经有看过这个士师记，而这个士师在这个地图上，如果看得见的话，是大概它分布到不同的地点都做这个士师。然后我们在进入今天的这个信息之前，我们要思考一些问题，就是为何当时有这个士师的存在？为什么要有士师的存在？为什么？没有人领导他们。没有人领导他们是其中一个原因这样他们的职责是什么？特别是你去读士师记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职责是什么？跟外面打仗还能怎么去应敌怎么去攻打他们，还是怎么样他们的职责。除此之外，当然还有其他更多的。好，接下去我们会继续讲下去。而这么多的士师里面，请问撒母耳型的士师的特色和功能又是什么？大家如果今天看了这个撒母耳记上跟下的时候，你觉得撒母耳型的士师的特色和它的功能是什么？你根据你对他的了解。不像其他的士师是勇士可以带兵打仗，可是他可以祷告，然后让以色列获胜。非常好，是的，他来带领祷告，还有献祭等等，是。还有其他的吗？还有没有其他的？像先知可以说一些预言。像先知可以说预言。OK， 好，对，是在我们的这个撒母耳的士师，它的特色功能是什么？我们从这个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多了解，多看一下我们先回到圣经，根据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的发展，它可以分成3个阶段。哪3个阶段呢？第一个阶段是神权政治，第二个是士师领政，第3个是什么呢？就是王制的制度。好，什么是神权政治？有没有发现到，就是在旧约的，特别是在会幕时期那一段时期里面，他们比如说他们要怎么做事情的时候，他们通常是怎么样？向谁询问？都是向神对吗？向神询问就是怎么样做，应该要怎么样。所以那一段的时期是属于到神权政治。而慢慢的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然后他们居住了之后，各个支派在不同地方住的时候，就开始呢有这样的一些的士师的出现。因为那时候所谓刚才所讲的，就是在各支派里面，当时候没有说有一个好像王这样在领导他们，所以那段时期都是由士师们在领导他们，所以那段期间我们叫做士师秉政的时期。然后最后来到了就是大卫王、所罗门就是成为了国王，对吗？所以那段时期开始，他们就是王制的制度，就他们开始有这个所谓的一个国王在领导他们，在带领他们。所以如果从旧看那种的这个历史的阶段的发展，它可以分成这3个部分：神权政治、士师秉政跟王制的制度。士师秉政这个时期里面，我们刚才有讲了。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进入到迦南之后，不是说全部的迦南都是以色列人，不是。其实对当时来讲，他们是属于那种也是少数民族之一。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的时候，当地也有很多的外族人外族人，然后他们在那边当地住久了之后，就是慢慢的会怎么样？互相的什么同化，对吗？
彼此的认识，彼此的原来是我会接纳你的文化，开始去认同你的文化，然后慢慢呢，他们也怎么样，也可以什么成婚，对吗？通婚，对吗？一起的结婚了，就没有分说，你是可能你是什么什么没有了，就开始慢慢的去结婚，这个影响很大，就影响什么？这是他们的宗教，对吗？他们的宗教信仰就也就是要异族的影响了，就表示说，现在也是有这样，也是通常也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对吗？通常如果是女生嫁到去男生的那个家庭的时候，通常是男生是男生跟女生相信他的信仰是女生跟男生比较多，通常是女生跟男生比较多，对吗？一般上是这样哦。所以在当时也是这样，比如说，如果她是女生的话，她嫁给的是当地的外族人是男生的话，所以他们也可能会需要去跟随当地他们那些男生的信仰，他们就去敬拜所谓的那些的外地的当地的这些信仰。所以当时候就有这样的危机，在信仰上他们有这种被影响的那个危机出现。第二，在当时候的那个时期当中，他们属于是农业的时期、耕种的时期，所以他们当时候也对于一些可能天文地理的那些的常识不是那么的认识很多，所以他们为了要可能满足生活上的需要，比如说他们是因为是耕种嘛，对大自然的他们可能是不是很理解，对吗？所以你说突然间要什么雷神啊，对不对？要雨神啊，对不对？还有什么神这样，对不对？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我需要说原来是可能巴力神对他们来讲，他们需要说是去膜拜的，还有亚斯塔洛神对他们来讲是影响很大的，所以他们就说在当时候为了说能够可能在生活上的需要，他们除了说去拜可能耶和华上帝之外，他们也去拜巴力神，也去拜这个亚斯塔洛神。因此呢，这些的士师们在当时候，他们需要有这样一个职责，要去带领他们这群以色列人，如果被那些所谓的异族影响的那个要去接受信仰的这个人，一些人要帮忙怎么样去带领他们回到这个神的这个面前。然后另外如果去拜了假神的时候，也要去教导他们去回到这个神的这个面前。而第三点呢，如果你看士师这个词，它意思呢也有什么呢？也有这个时候审判者。什么意思呢？审判者意思就是说，他需要好像民间的一些的官员这样，他需要到处去去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有发生了什么一些纠纷啊，可能一些需要去一些解决的一些争吵的问题呢，他这士师有这个一些的责任，就要去到不同的支派，或者说去到当地一些的群众里面去帮忙解决一些的问题，民事的问题。所以从这样看的话，撒母耳他本身被称为了这个士师，他具有这个三重的这个职责的身份，就是他是一个民事的一个官长，就刚才我就讲的，他需要去解决一些民事的一些的问题，去帮忙去说怎么样去看，怎么去做是最好的事情。第二就是刚才有提到的，他是一个军事的一个领袖。当有受到外敌来去侵略的时候，或者有外敌想要去攻打他们的时候，这个士师呢，他这个责任就是要去组织他们，要去带领他们怎么去应敌，怎么去抵挡这些的人，这些的外敌。第三就是所讲的，他有这个责任需要去带领跟教导偏离信仰的这些的一些人，重新的来归向上帝。所以这个就是当时候的士师，他们基本需要有的一个职责跟身份，特别是对撒母耳来讲，他具有这三个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身份和职责在他身上。刚才我讲到，为什么当时候他们这群以色列人，照理来说，他们应该当然就是说要拜这个上帝而已啊。
或者是耶和华而已。怎么他们会去膜拜所谓的巴力神，跟或者是亚斯他路神呢？为什么？为什么？你们觉得？应该是他们敬拜所谓的耶和华上帝就好了，怎么会有些人跑去膜拜这巴力神跟亚斯他路神呢？被当地的影响。OK， 好，是。好，我们看一下，我想要了解一下巴力神是什么？它是属于风暴之神，所以我们有时看到在圣经里面那个巴力对吗？巴力之神，它属于风暴之神，它是迦南里面的众神之王。它很特别，它负责管理什么呢？它负责管理大地的生产和生殖。所以我就想，如果当时是他们是负责去耕种的农业的，请问他们会不会去怎么样拜这个神？肯定会，对不对？为什么拜他呢？我才对呀，我才能够有丰收啊，我才能够说有这样的一个好的那个农作的收成啊。同样啊，很简单，在台湾，如果是你是当渔夫的，你要出海捕鱼的，请问通常他们是会拜什么？妈祖。对，马祖还有呢，观音对吗？好，是，对，类似这样哦，就是有这样那种跟那种的所谓的职业和他们那种的那些的神明有相关联的。当时候他们有些人也就是这样。好，回到另外一个就是那个亚斯他路，亚斯他路是负责什么呢？他负责繁殖生育，是爱情与战争的女神。所以他们会选择这两位他们去膜拜，因为这个是跟他们的生活有息息相关的这个神明，所以他们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敬拜。因此呢，当撒母耳他成为了士师的时候，他知道当时候他们以色列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在哪里，他也知道他成为了士师之后，他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因此呢，你看到就是首先撒母耳在进入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他召集了以色列人做什么呢？召集人做什么？先去禁食认罪悔改。他说：“你们所做的这一些，已经得罪了我们所信靠的所有耶和华上帝，所以你们必须赶快来到这个米斯巴这地方，能够聚在一起，然后呢，做这个禁食认罪悔改。意思就是说，要他们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这是上帝的主他做的。而这个米斯巴很特别，就是在这箭头所指的地方。米斯巴这地方，在古以色列的历史中，曾是重要的一个圣所，就他们在聚集在那个地方。然后在那个地方也是经常是工商国家大事的一个地点的，所以为什么会选择在米斯巴这个地方？而认罪悔改呢，是耶和华上帝要施行拯救的宣决的条件。我们看那个约拿，对吗？约拿他要去到尼尼微城，是不是？说上帝要去怎么样？要去消灭他们，因为他们罪太多了。就我们看见他们整个尼尼微城的，从国王到平民，他们做了什么事情？悔改认罪。所以呢，他们上帝说，他的怒气不再所要消灭他们。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圣经故事里看见，就是说，当我们要上帝要施行拯救的时候，我就宣决的条件就是说，你必须要看到自己，你的这个罪，你要悔改。当然，这个所谓认罪不是很片面的、很消极的。其实你从正面来看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愿意放下你自己，因为过去你知道你所做的是对的，是错的，但是其实得罪上帝，是神不喜悦的。所以你愿意说放下你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你放下你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你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说：神啊，我愿意说，希望能够做你所想做的事情。这是从认罪悔改
正面来看的这个角度。所以撒母耳说，你们必须要回到神的面前，赶快做这个认罪悔改的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聚餐的时候，然后有一群人，他们怎么样？听到了说他们在那个地方，有一群人想要去攻打他们。刚才以上读的时候说是哪些人？对了，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说：“哦，他们在那里什么好，我们就想去上去攻打他们。”其实我跟你讲，当时候的以色列的民来讲，他们是各个支派嘛，各个支派，所以他们没有说很强大的一些所谓的军队啦，在那边驻扎。所以对他们来说，只要听到有一些的外族人比较强大的，他们要去攻打他们的时候，他们心里面是害怕的。再加上他们当时候又没有君王来去做带领这个作战，更可怕。怎么办啊？怎么办啊？怎么去做？所以在那处境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刚才有看到经文是说，撒母耳就怎么样，去先帮他们带他们做献祭嘛，对吧？献祭之后，然后就求神来去帮助他们。哎，这样的过程是不容易的，因为你要学习这个依靠耶和华上帝的信心是不简单的，不容易的。正如刚才有说到的，信心看得见吗？看不见。在你的那个家的门口已经有一大堆的军队准备要去攻打你，说哦，我们要靠耶和华上帝来为我们作战，可以吗？你相信吗？很难，对不对？哇，真的吗？我们不用做什么东西吗？真的就可以赢吗？我相信这个是真的很考验当时一些人的信心，也包括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看不到的东西，我们说怎么样？我就是让他信靠就好。我觉得这是很考验我们对神的信心。可是我们看得见，在经文当中告诉我们什么？耶和华上帝用雷声来惊乱非利士人。我不晓得他是用什么的方式，什么闪电打，然后说他就让他们感到就说害怕，然后他们就逃跑了。可以有这样的作战的方式，真的是很难以想象的，对吗？我们不是看到吗？耶利哥城他们去接来的时候，耶利哥城他们是怎么打的？一些人绕城唱歌，绕城唱歌，就那整个城怎么样？就倒下去，莫名其妙，对吗？你说这可能的事情，可是就是那么奇妙啊！上帝就是那么奇妙的作为，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说，耶和华上帝用雷声来去惊乱非利士人，来去做这奇妙的工作。上帝就是那么的奇妙，祝福我们的想象，祝我们的意料之外，他就成就了。而且透过这样的雷声的这个惊乱这个非利士人，也证明了真正掌管大自然供应人的需要的真神是谁？是谁？是上帝。哎，这个很特别哦。刚讲什么？风暴之神是谁？巴力。而现在耶和华上帝他用这个雷声来去惊乱这个非利士人，表示什么呢？表示什么？他才是真正的神啊，对吗？呀，连这个所谓的什么雷啊，什么风暴，都是听他的命令啊，对不对？所以表示说，真正的神是我们的上帝。一方面是说，你们依靠上帝，我们能够帮助你，能够赢得敌人。也再次的向他们以前来宣告，就是说我才是你们什么真正的神啊！弟兄姐妹们，从这样的一个经当中，我们能学习到很多的功课。我们看得见神是那么的奇妙，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去施行这个他要完成的事情。
也让我们看见学习怎么样用信心来去依靠我们的神。这个功课不简单学习，但是就是帮助我们能够在各个的事情上，我们都能够像一些人这样来去学习依靠神，而且不是靠马，不是靠车，而是靠我们的耶和华上帝。阿们。然后我刚才有讲到，就是说在经文中有提到，就是他们在一些地方有立一些的石柱、石碑。其实这些是一些希伯来文化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去纪念一些重要事情的发生。如果你去看一些经文的话，你会看得到，就是在创世纪说，雅各在波特利立了这个石柱做这个纪念碑，就来纪念，就是说上帝赐福于他。然后我们看到约书亚，当然在约旦河经过了约旦河，水分开了，对不对？那过了那个之后，他在中央立了12块石头，也是要表示纪念什么呢？就是上帝帮助他们过这个约旦河，将这个河水分开。然后当约书亚在临终前的时候，他也立了一座所谓的见证之石，来去提醒说一些人要听从而单单侍奉上帝的誓言。所以将来我们在圣经中看到，为什么会有立这个石柱石碑的时候，就是希伯来人他们很特别的一种文化，拿来作为一种纪念，来纪念上帝的奇妙的作为，在我们当中所施行的。所以在世事秉正的期间，我们看到什么呢？我们看到当时的国家的政治、宗教的信仰、社会的道德和秩序都是处于混乱的一个时期。举例来讲，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得到，国家政治来讲，4世纪实际上第6节告诉我们什么？他说那时候以色列中没有王，所以个人什么任意而行啊。因为没有王在带他们，所以各自在做他们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混乱嘛，对不对？失去了秩序。然后呢，宗教呢也是非常的腐败。腐败到什么程度呢？撒母耳记上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我们讲念：当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常有漠视。这表示什么？腐败到怎么样？不想上帝讲，好累哦，好累哦！来，真的是洗事也多事也少，哇，这个真的是很可怕的过程，对不对？有没有试过？有时候我也会对我的女儿这样，讲，好累哦，哎，不要讲了，真的是。你要孩子在我当中，在我们当中，我一家人都来今天哦。这表示说，当时真的是宗教腐败当中，连上帝他都真的不要讲太多了，讲多都没有用这感觉，所以这是很可怕的一个时代。还有呢，道德衰弱，其中你看4世纪第19章里面，我稍微的几节给大家看一下，他有说发生一件事情，他说当时有个叫做妾的，她行了淫，离开了丈夫，然后呢要跟了一个人，然后呢，他们去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刚好有一群人来去要一群的所谓的坏人要去做些坏事，然后呢就把他的妾拉出去交给了他们，终夜去凌辱他，直到天色快亮的时候才放他走。然后过后呢，那妾回到她的丈夫的身边的时候，她的丈夫带到了回到他家的时候，用刀呢将这个妾的尸身呢切成12块，使人拿着传送到以色列市境。什么意思呢？切成12块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有12块，告诉他们就是说我要伸冤啊，我要伸冤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你知道他们那时候人怎么讲吗？凡看见的人都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直到今日，这样的事没有行过，也没有见过。
弟兄姐妹们，当时候的士师时期的这个整个的那个处境就是这样，不论是这个所谓的，不论是国家政治，或者是宗教信仰，还有道德，都是腐败的，都是衰落的。面对到整个的这个国家社会整个的这处境里面，这么的这个糟糕，这么混乱的时候，如果你是说上帝跟你讲，你要出来做实事，你愿不愿意？你要不要出来做？啊，要，很好。我想你会考虑一下吧，对不对？我上帝你搞错，这么乱，国家又没有亡，这个宗教又腐败，然后道德又乱七八糟这样，还要我去教他们要怎么做好，要向他们归向上帝，很难吧？对，他们也会听我吗？还是什么一堆的问题在你的脑海里面，对不对？我想你也说，上帝可不可以考虑一下这样？可是我们看到，撒母耳在面对如此败坏混乱的时代里面，这样一个社会的处境，撒母耳他依然的能够勇敢回应上帝的呼召和挑战。他说：“好，既然你让我成为士师，好，我就出来去带领一些人走过这一段的过渡时期。什么意思呢？就是带领一些人走过这样一个时期，进入到他们有国王为止这段时期。我相信对撒母耳来讲是很不容易一件事情，可是他愿意去承担，他愿意去完成上帝所托付给他的这个使命，他勇敢的去做，勇敢的去带领，去委身到这样的一个士师的这个行列里面去。看回我们现今的这个社会，我们相信都需要很多像撒母耳型的这个领袖。我们最近这个社经团契做了一些的研究，一些专门的研究，其中一个就讲到那个所谓的基督教跟耶和华见证人，对吗？我们研究当中也发现，就是说，原来现在的很多的那时的所谓的被看为它是基督教的宗教，其实他们所教导的所谓的信仰、所谓的教义，很多都有被扭曲的，很多都是说似是而非的。我们需要很小心的去看、去了解，对吗？当你去越研究、越去接触的时候，你发现说原来是这样的，原来是跟我们基督所讲的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现在在中国那边也是很多这样的所谓的派系，他们虽然说是放，好像有耶稣啦，有什么上帝啊，可是他们属于那不是异端的。所以现在的这个社会都很需要，但是这个教会需要有一群人，他们能够判断是非真理，能够需要一群人出来说，去教导上帝的话语，来去帮助弟兄姐妹们能够更清楚的认识，更清楚的知道、了解什么是基督教信仰，什么是异端邪说，让弟兄姐妹们能够在面对到所谓的各种不同的信仰，或者是不同的这个教派来去宣讲的时候，我们能够分别出来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们需要有弟兄姐妹们出来去守护信徒们的灵命，在教会里面。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你可能就是其中一个。除了教会之外，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也需要，这需要我们都在工作，特别是现在有工作的，你去社会看一下，是完全的看到的是很不一样的社会，对不对？不是所有我们所那么的单纯，对吧？不是我们所看到那么的美好，里面还存有很多那些我们不想看到的事情。
而当我们基督徒进入到社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要跟他们一样随波逐流？是不是？是不是要跟他们随波逐流？教导来去持守你基督徒的原则跟你的立场。你说不行，我是基督徒，我不能够像他们一样去做一些可能不法的事情，去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我要按照圣经的教导去执行公平公义。所以在职场上，需要你成为上我行的一个人。你不单不跟他们随波逐流，你还要怎么样？你还要影响他们，来去改变他们。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有这种合乎神的这个心意的一个世界。所以在职场上，你可能就是那一位参谋，很需要有上我型的信徒在职场上为这个信仰来持守立场，来改变影响这个社会。不然在社会，在家庭也是一样。尤其台湾，我们知道现在很多在讨论有关于孩子的教育的和教学的问题，对吗？课程的内容各方面等等还有一些可能是那些所谓的婚姻的那些的制度各种的改变等等。所以在这家庭里面，你现在是身为了父母亲，你有这个责任，你要怎么去教导孩子去认识遵行神的这个诫命？你也要在这个你的情侣之间、你的伴侣之间，彼此的提醒、彼此的勉励，如何的来去遵照圣经的教导，来守护圣经所教导的婚姻观、你的家庭的伦理观，这个都很需要。在家庭里面，你也可以成为上我型的一个信徒，来去做这个带领者，帮助你的另一半，帮助你的家庭、你的孩子，能够走在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所以弟兄姐妹，我今天是要透过这样一个分享，你会看见过去在旧约里面，撒母耳怎么去做他这个事实的这个职责，跟他的发挥他的功能。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仍然很需要像撒母耳型的基督徒出来，发挥你们的这个功能，在这个教会、在社会、在你的职场上、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家庭里面，来去做这个带领、做这个教导、做这个改变、做这个影响，使人能够归回在上帝的面前。你说我怎么可以我怎么行我何德何能能够成为像上我型的信徒弟兄，我请告诉你，不要小看你自己，不要否定自己的能力，对吗？之前不是跟大家分享过吗？不要小看你自己的年轻，只要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去让神来帮助我，上帝必定会赐力量给你，让你能够怎么样去做他所要你去做的事情。阿们。我们也不要逃避，这不关我的事情，我自己一个人过活就好了，不用逃避。上帝选召我们有这个福分，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被称为基督徒，我们具有这个责任，在我们生活上为他来去做许多的事情。我们觉得不够的时候，当我们觉得不够力量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祈求、仰望跟信靠，
他是我们的盾牌，他必定会帮助我们。从以色列人他们面对腓利斯人被攻打的时候，看他们屈辱的时候，上帝帮助他们。我相信在你生活之中，你很清楚的，也曾经亲身经历过，上帝如何帮助你。同样的，我希望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能够在我们各自的岗位上，在我们不同的生活环境里面，都能够成为像撒母耳型的士师这样，来为主做见证，来去将这福音传开，让人的生命被改变。我们在世上，我不知道可以过有多少年的时间，可是我希望我们不要让我们的青春流白。我们有很多的目标，对吗？我们人生很多目标。那你说哦，我要完成了我的学业，我要去工作，我工作我要做很多很好的成绩，然后要赚很多的钱，之后呢，成家立业，对吗？之后呢，是不是就是说让你的一生就这样过去呢？哎，是不是说在你努力的追求的过程当中，哎，你可以在世上为他做一件事情，为我们神做一件事情，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的样式，让我们的生活不是单单只有说哦，我去追求说要去好的成绩而已，不是说只有要去追求怎么赚更多的钱，不是说只是单单去追求说我要做很高的职位。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可以选择一个更有意义的，如何的去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圣洁的生活。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世上，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也能够看见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让我们在生活之中，我们为他而活。我们可能不同的扮演的角色不一样，我们可能在生活上所要每一个职场的那个职位不一样，但是可以为神做的事情，就是过一个充满有意义和神奇的圣洁生活。这时候，让我们一个低头。弟兄们，这时候我们在低头的时候，我们来想一下，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到教会里面，不断的能够得到这个喂养，得到这个教导，使我们去认识圣经的话语，使我们能够去明白这个圣经的教导，也使我们能够有这个更清楚知道我们基督徒要怎么去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也都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我这时候恳求你能够去思考一下，当我们不断的领受到上帝的祝福恩典的时候，我们有什么事情能够为他去做的？可能在你的学校里面，可能在你的职场上，可能在你的婚姻家庭里面，你都可以为神做件事情。今天神也向你发出这个呼召，希望你能够成为像撒母耳型的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能够在你的岗位上，能够为他做美的见证，能够成为
是人的祝福。这时候，我要你向神来祷告，求神来帮助你，帮助你，让你看见，让你知道如何在你的现在的这个阶段，能够成为一个撒母耳型的一个士师，一个基督徒，能够被他所用。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可以向神来求神说：“神啊，去帮助我，能够成为圣洁的器皿，能够被主来使用。”是
恩典呼召，被你所选成为基督徒，主耶稣，这时候恳求你，让我们能够愿意在你的面前能够立志，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你的心意，一生一世都愿意走在主的信仰道路上。